Hello， 大家好，我阿培，阿培咧同大家一齊嚟到中山嘅市區核心位置東區嚟睇翻呢一個地區賣價最平嘅一個住宅樓盤。賣價低之餘咧，呢度嘅單位嘅設計上咧，佢完全可以媲美到中山現時嘅4.0新規住宅嘅獨梯獨戶。間單位咧擁有100%嘅高實用嘅，兼且咧間屋咧真係設計上非常之市正。一陣咧阿培會帶大家去睇翻佢哋小高層嘅嗰隻單位去睇一睇嘅 ，OK？ 咁呢個樓盤咧就係旗公新城東區經濟總部嘅寶龍城啦。寶龍城咧已經有一大半嘅樓咧已經係交付俾業主使用啦，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佢嘅外牆嘅設計啦，以及佢園區嘅設計落料都係比較唔錯嘅。大家可以見到綠化非常之高，達到35%嘅綠化率嘅。咁成個屋苑咧，佢係屬於大型社區 ，total 咧有24棟嘅住宅嘅。咁其中咧，今日帶大家去睇嘅係佢哋小高層。小高層咧，成個屋苑咧有8棟嘅，依家賣緊係最後一座。佢哋嘅出貨係會比較快嘅，因為佢嘅價錢咧折合。單價咧先至做到11000幾到13000幾，係大簡單嘅裝修嘅。咁呢一個價錢咧就性價比會比較高，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佢呢啲樓咧入住率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多數都係內地人去購買啦，因為呢個地區咧仲係屬於一個強學區嘅板塊嚟嘅。咁中山市中心東區咧有分為舊市區啦同埋新城區嘅。咁呢度係屬於新城區。好多嘢咧都係發展緊嘅，但係有幾種優勢咧，就係呢度發展嘅一個基建咧係會比較大型以及比較高規格嘅。譬如話我哋背後嘅人才公園呢個小區步行大概100-200米可以去得到嘅嗰個人才公園咧，係成個中山做到平地綠化係做得最高嘅。跟住咧又係步行大概100米咧可以去到我哋中山規劃嘅一個地鐵站，依家喺度挖緊嘅，等到28年嘅年初就會通。所以到期時我哋可以喺呢個小區步行去坐地鐵嘅，咁交通上咧會比較方便啦。教育配套嘅話咧，已經係開學嘅，有國際學校，以及我哋省一級嘅公立學校，我哋嘅松苑中學嘅。OK， 跟住呢個地區咧，頭先講咗佢挨住中山東區嘅舊市區啊嘛，咁我哋呢度咧去 Top Park。即係富日城嗰個大型商場，同埋去 Coco City， 以及去石岐萬象匯或者去濕街市沙江區，都係揸車10分鐘以內可以去得到嘅。包括去三寶會員店嘅話咧，僅需要7分鐘嘅一個時間。同埋咧呢個地區咧，我哋嘅左手邊、右手邊各有一個輕軌站嘅。同埋一個高鐵站嘅，就係我哋中山站以及中山北站，所以我哋喺呢個地區居住嘅話咧，去翻上落其他城市都係比較方便。咁呢個屋苑咧，最大嘅唔好嘅一個地方咧，就係佢交付嘅裝修咧，就相對嚟講會比較簡單。所以你如果想要一層低銀碼嘅改善屋嘅話咧，買到呢度，你需要再次去進行2次嘅裝修，或者你要求冇咁挑剔嘅，冇咁高標準嘅，咁簡單買啲家私家電一樣可以入住得到嘅。咁究竟單位入邊嘅間隔如何？依家帶住大家去睇一睇。OK， 依家阿培咧帶大家嚟到寶龍城嘅24座3樓位置嚟睇翻成個屋苑設計得最靚嘅一隻單位，139平方獨梯獨戶嘅4房2廳2個洗手間。兼且咧佢係小高層17層高嘅，密度比較低啦。咁寶龍城嘅呢隻139平方，點解佢設計得好咧？大家可以睇翻佢嘅戶型圖，縱深會比較短啦，面寬會比較長，所以呢間屋咧，佢嘅採光度係非常之好嘅，成間屋咧係好通透嘅。咁電梯喺呢個位置出到嚟，相當於係入戶花園嘅位置啦，佢係全贊送嘅，可以俾呢套業主咧去單獨去使用，可以擺啲收納嘅位都係冇問題嘅。跟住我哋依家咧睇一睇佢內籠嘅一個空間嗱。門咧就係雙開門嘅設計，跟住入到嚟之後咧，佢會有一個過渡位。咁呢一個過渡位咧就方便俾業主去做一個定制櫃嘅，做一個鞋櫃，有非常之豐富嘅一個收納空間。跟住入到嚟就係佢哋個廳啦。咁面寬比較長啦，佢有去到10米嘅一個面寬嘅一個大廳嘅，所以佢嘅採光度咧係非常之高嘅，特別通透。
餐廳同埋我哋客廳係連埋一齊嘅。呢度咧係擁有7米八嘅一個開間嘅。跟住呢度咧，發展商呢間示範單位咧就做咗一個封窗嘅設計，利用埋個露台變成個廳咧會更加大啦。咁成個大廳包括我哋呢個露台嘅位置咧，佢個平方數係去到50平方嘅，所以住落嚟咧係比較舒適嘅。咁呢度個採光面咧，你可以全部做成一個落地嘅大玻璃窗咧。前面就係寶龍城嘅商場。但依家係未建設嘅，依家係畫緊圖，畫完圖之後咧就可能會建設，到期時低層咧就可能冇咁開用，因為係夢商場嘅，可能要再揀高啲，最高咧係17樓嘅 ，OK。咁到期時嗰邊係擺電視機啦，呢邊就擺 sofa 啦。咁呢度咧就係放置我哋嘅餐台啦。咁餐台咧，大家亦都可以參照發展商咁樣去擺一張6人位嘅餐台。咁成個空間嘅一個感受咧係舒服嘅。一體化嘅設計，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所以佢嘅動線咧真係設計得非常之唔錯嘅。所以佢哋嘅產品嘅競爭力咧依然保持咁強，特別有優勢。咁相對比嗰啲4.0住宅嚟講咧，佢完全係唔輸嘅 ，OK。咁廚房呢個空間咧，佢都有6個平方嘅。咁 U 型嘅灶台啦，呢邊可以擺翻我哋嘅雪櫃、烤箱啦、微波爐啦。呢度就全部做到吊櫃嘅，亦都係交付標準，可以收納好多嘢。跟住下邊係灶台，即係我哋擺電飯煲或者係其他嘢全部都係夠擺噶啦，OK。咁最跟住鏡頭過到嚟咧，就係佢哋休息嘅區域啦。139平方咧，係做到4間房、2個洗手間嘅。咁呢度咧就係連接翻我哋露台嘅一間房，係一間比較大嘅房嚟嘅，可以擺到米半嘅床，跟住做到3邊落地嘅，係啦。側邊可以再做埋我哋嘅衣櫃。呢間房咧個 size 咧都唔會細，足夠使用嘅，擺米半嘅床，半落地嘅窗。望翻我哋嘅北向嘅園林區，嗰邊就係朝南向嘅，係3開間朝南。嚟到呢個位置咧，就係佢哋嘅公衛公共洗手間。咁呢個洗手間咧，我覺得就相對嚟講就比較入少少啦。如果放喺出邊嘅話咧，可能會更加方便啲。3段式嘅呢個洗手池嘅位置咧都好闊落。跟住咧呢度係我哋上廁所嘅位置啦，跟住呢度淋浴區，咁都帶有窗嘅。嚟到呢個位置咧，就係半贊送嘅一間房，亦都係成間屋最細嘅一間房嚟嘅。點解佢可以做到100%嘅實用咧？就因為佢間屋咧好多位置都係贊送面積嚟嘅，有啲係半贊送。譬如呢間房咧就係陽台佈件送咗一半面積嘅。咁陽台佈件咧到期時啲扇窗咧佢唔會裝俾業主嘅，所以業主咧再進行一個裝修。咁寶龍城呢隻單位咧，佢到期時交付嘅裝修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啫。咁如果大家唔介意自己重新去做一個裝修嘅話咧，呢隻單位咧佢嘅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佢依家嘅價錢咧單價1萬1幾都有。當然靚啲嘅樓層咧要去到1萬3幾。咁呢個價錢基礎上咧，佢係贈送一個產權車位嘅。咁嘅單價咧計落嚟總價咧，如果2樓最平總價就係160幾萬，咁靚樓層咧就係180幾萬。呢個價錢係好優惠嘅 ，OK。呢度咧就我哋主人套房，感受下佢嘅空間。半落地嘅拐角窗啦，望到嘅視野咧係暫時性係開揚嘅。到期時係望翻佢哋商場，跟住呢度咧就係做翻佢哋嘅收納櫃。咁收納櫃呢度咧係設置咗一個門嘅，咁就洗手間咧唔會對住我哋嘅床咁樣去設計。咁我哋嘅套廁咧，佢係配置有浴缸嘅，同埋個空間咧都唔會細。呢隻單位咧，依家2樓望花園嘅，160幾萬送一個產權車位。如果再靚啲嘅樓層咧，就係180幾萬。如果高樓層咧，就係去到190幾萬都會有嘅。OK，
咁啊係獨梯獨戶嘅一隻單位。寶龍城呢個位置咧喺中山市中心，但呢度係屬於新城區嘅位置，好多地方咧都喺度建設緊嘅。當然啦，有好多落地嘅配套嘅，譬如話我哋人才公園啦，我哋嘅國際學校啦，我哋嘅省一級嘅公立學校松苑學校啦。雖然話呢度好多嘢咧，好多配套咧都係逐步喺度落實緊，但我哋呢度咧係近中山嘅老市區嘅，唔係話我哋落樓咧係完全冇配套嘅一個地區。我哋揸車咧大概7至10分鐘到就可以去到我哋前面嘅富日城拖拍。跟住 Coco City 往呢個方向行嘅話咧，就係我哋石岐萬象會。隔離係石岐經濟總部嗰度係有我哋嘅中山母親河、岐公河嘅，一路落去咧一樣都係有足夠嘅配套。OK， 呢個地區咧，佢兩邊咧一個係中山北站啦，一個係中山站啦，都係距離呢度大概1.5公里嘅一個路程，係啦。所以呢個位置咧，佢嘅發展前景我會比較睇好。寶龍城嘅呢隻單位咧，更加係好市值。有一樣缺點咧，就係裝修係麻麻地嘅啊。所以如果大家考慮啲大積單位要靚設計嘅價錢要平嘅裝修唔需要太過靚，可以自己重新去翻新嘅。我覺得呢度就特別啱你啦。OK， 我阿培，大家下期咧再跟住阿培嘅鏡頭去望翻中山其他啲靚屋。下集再見，拜拜。